OK，咁來啊！我叉燒飯梗係好好食了。OK，來法啦。OK，來，start 啦嚇。各位聽眾，各在歡迎我人都進來收聽邊個福建的節目，一句故事。一個禮拜，若是無幾個故事講18年講個了呢，我就要做 recap 聽到 the best of 幾個故事是。若是講我人講的幾個故事，做到想到你要聽的想到你個機會甲我講幾個故事，你來使起手起來甲我講個 Clubhouse 入邊 ，OK？ แล้วกูตัดตี介紹咧夾邊成夾邊阿龍做咩要請嘅頭毛啊？阿龍請嘅頭毛啊？冇會嘅頭毛。哦，當你頂過就看咧幫你都定義，一邊幫你都變 frozen 嘢。哦，我想問。即係頂一個月，讓看下咧龍，唔是龍，Vivi 娃娃講伊個咧在長嘅事，伊在長講在長在菜咩咩嗬，在長，伊個頭毛嘅摘出來喎，我見有頭毛佢咯，看到，個豬鼻，我特別去聽在，我叫做咩在長精彩，不在花精彩掉。在花精彩，阿龍我寫對唔對啊？在花精彩，有但冇面唔對，特別比較緊啊，過去啊。你講係咪面唔對？冇你係你都唔對，because 你係你是我係整嘅你音咗，because 上次你只要攞你音嘛，你是整嘅你整嘛，你喊到音。誒，你寫我係使嘅，咪見。我帶咯。我係嘅。แล้ว在花精彩 because 冇路就成日你去香港嘛，特別你咪聽香港告訴人特別already 聽下咯，聽佢先。我講，我見啊，一個 second 嚟上下，OK，明白。OK，來，這個禮拜咧，我們講等介紹特別嘉賓先，特別嘉賓就是阿龍啦，阿龍啦，英國中歡迎，แล้ว阿沈ลักษา歡迎，ก็อาหาร歡迎，อาหารนี่จับมึงไงแล้วก็ออติตูHello，你走去入入之後，冇。แล้วก็有時ก็係咧咩車鏡，歡迎車鏡有幾個數？有啊。哦，是你告訴我 ，OK， 歡迎，車鏡是唔是 ？OK， 頂一禮拜來，所以第二禮拜歡迎，伊是唔捌來參加別人福建嘅錄音過，特別伊捌去 Clubhouse 甲我講話過。車鏡，不知車鏡你常來 Clubhouse 吧？是冇，只久冇來啊？只久冇來啦。哦。哦，來，參灣大節度開房嘅南西，有大節度行南西，差唔多一禮拜你試到，一試過，咧我試到個辦 replay 咧 ，replay 冇講壞嘛，冇講壞嘛，我特別咪是有辦啦，特別冇講壞，佢係人啲 text message 咗咯，所以你是直接開幾刀，一禮拜開幾刀嘅，大節開，Clubhouse 人家己你哋學生。我佢知啦，有陣時這套 Tetris 啊，一直有 notification 喺度叮，有時我一直 fail 嘅機我講，一直就攞，我炸掉呀！我炸掉 post notification 而家就話。OK，แล้วก็จ้ากง歡迎จ้ากง有來啊！จ้ากง嘛是有只幾個數嘅，使講咩嘛？จ้ากง而家有只只 impressive 鳥。
印尼哦，負責意嘅其實話時候嘅。OK，了特別當然講不啲，特別咱講介紹咱嘅 Clubhouse 嘅朋友先，咱嘅 Clubhouse 嘅朋友呢，就是南西歡迎。大家好，南西是人本來學見你哋學生嘅大豬，大豬對大豬。了個有半鹹甜， Hello，個阿蕉。阿蕉你咪識就估啊冇到，你播出去冇到掉嚇。好咧，講咧，聽過啊！個客講啊，即係頂多時叫，頂多時你不辦過啊嚇，阿蕉是諗乜嘢辦？講得未？辦過咯，頂多時。because 頂多咱幾人辦嘅嘛，叫唔是我一人嘅嘛。點咧？我試過 Galvin，特別 Galvin 個部 serious 我買去辦。有 Gavin 嚟㗎。แล้วก็คอสลัง平常時無甲人講幾個數小寶來啊，hello 小寶歡迎。小寶，就講 Good morning，小寶。人家自己講嘅小寶。都是小寶嘛。แล้วก็เนาะลอง裝備講幾個數呢一人話小金虎啦，上到菜超唔知就是菜店媽啦，吊住鏡啦，咖喱薄我哋話演，我哋話唔知演名。吉利起來啊！個有劍湖啦，我記吉利有講介紹即個細漢嘅，講一隻鏡嚇，嚇，呀咯，那就是講伊去倒落啊，伊去。聽到。聽到。 OK，伊到大地嘛？做伊去蝦米啊？伊着人撈啊！伊就學人撈去上地。講伊驚哦，差唔多愛去上地。是咯，人先去上地，唔是叫荷蘭去上地呢？伊 budget 就數，你去上地我去荷蘭。哎呦 ，so scared for him。你有幾個是講嘅哩？ Actually 我有一個，但係真短啦。會使問 as usual 唔是我咯。唔要緊，我只聽講，但是講咱聽到別人誒告訴我，咱學咧新嘅告訴成講，然後可能咱講過嗰時，咱會feel 咱嘅帶時，咱講來嘅 recap，特別有一個冇聽過啦，就講我未記講到一個 episode 啦，maybe 南西會知到一個 episode，because 你特特咪幫故意告訴嘛，哎呀天講，你話未記講我哋都屌咋？我哋讀本是咪啦？encyclopedia 下，你是 librarian 對，伊等一件，係咩嘢？我開會一件，我有學到開會。驚啦！驚。等一件。頭先特別講有啲啊，我記起來冇記來。哦。真係啲大啲特別講。OK，來，咱荷蘭嘅即個頭一擺，即個車鏡嚟，咱講下先。車鏡嚟講看你嘅幾個故事係咪嚟講啫 OK，使。哎呀，普及講數，但 sorry 啊，有人話你接嚟叮咚。OK，嚟講。OK，特別講起來啊。好。我參淡薄 English 啊。會使。我教你講你未學講，你叫我冇話講了，我能那是我會曉，我就教你講，學緊話就講咯。發到你嘛是教我咯，成日講中咧。OK，so 這其實我細漢嘅時應該是。嘛普及細漢。我啲啲特別講嘅別講等嘅，我條仔驚啫。安怎攞條仔驚，攞聽到啫。冇聽到啊！冇啊！是哈手嚟咩？I think 一皮康，只數啫。你聽到邊部掉錯啦？係啦，我亂掉隻嘛。等陣 sorry，個有特別康來咯，讓看到個有豆哥本來啊。Hello。OK，來請講講。OK，只是
happen when 我細漢嘅時應該是10幾歲時啊，讀了 primary school 時。primary school 是小學。有一暝啦啊，有一暝時咧，未叫拜幾啊，就一暝時我暗暝時，然後差唔多9點幾10點嘅時愛去困了嘅時啊。愛去困了嘅時，我感覺到啥啊，我愛出去。特別是暗暝啊嘛，所以未出去嘛。了愛困嘅時咧，我就佇想了要出去。你要去，actually 是要去shopping mall 怎講啊？shopping mall。shopping mall 真講家己講。shopping mall 未曉。我唔未曉。OK 啦，是想要去 shopping mall 是要去啥物事啊？是想講一 feeling 講愛去頭鐵車咯。我車驚嘛，我是想了要去頭鐵車，因為咧暗暝是無人嘛，所以有一無人所以是 security 呀嘛，所以有可能啦。會逃走去頭鐵車嗰邊。按照你紅險嘅時候，你一落來想要頭鐵車，還是紅險你想到要頭鐵車，你冇唔知。紅險迄一暝是我呢款嘅 feeling 啦。你衝動，紅險想到，我要去頭鐵車。紅險是咁樣咯。了古早嘅時that time 我是大家我嘅阿媽我係講。幾歲啊？你講你幾歲啊？未？10幾歲。10幾歲 OK。我未記得是幾歲啊？原來是10。primary school 咪是11歲、10歲、11、12歲咁樣咯。對。了小了that time 是我大家我嘅阿媽我係講加我阿姑小，然後我姑就出去釣魚了，是春我係講我嘅阿媽啊。了人講我真愛困，要去困了。了嘛人了行去困咯，了未困我佇想了要出去啊。了 OK。去房困了，冚到了火了，了別講佇想，了講哎呀，出去啦！所以我落去樓下，入厝鎖匙，了去開門哦，連開門有聲嘛，我是做甲才開個鎖頭是 as 點 as possible as quick as possible 啦，是慢開反，慢鎖咗。恁鎖出去了，開個 gate 個了走出去時，我想了，要安怎去個 shopping mall 咧？因為巴士本是怎講巴士要搭巴士吧？要搭 taxi 本無可能嘛，迄時是然後11點12點幾啊。那麼慢慢鎖是行，然後 neighborhood 那邊。了要行去搭巴士 stop 啥物啊 bus stop 啊，搭巴士位哦。咱行看，彼時我毋知想了啥物啦，我就是行。了有一頂車行去停，因為我毋知問我啥物啦，伊講我嘛無愛睬伊，我 just continue 行反正。了想哎呀，我無對路，未出去啥物我未曉。嘛對厝我會阿媽會講嘅。偌久啊？就你偌久啊？個對厝你行偌久？應該有1點鐘2點鐘。Oh my god！ yeah。了對落厝嗰時，我阿媽會講車咯，因為找無啊嘛。哎呦，嚇死人哦！就是咯，到厝嗰時，人講，人就 before 到厝時，人拍電話給我嘅爸阿媽，因為我爸阿媽。是大企我大老王嘛嘅 time。我到你大甲你講嘛啦。對。所以對到厝嗰時，人問我唔是鎖出去，我講唔知，我講要出去啊。我做要出去？我要頭鐵，要去 shopping mall 頭鐵車。你咁講啊？我咁講嘛，是咪？了。OK，了唔要緊咯，了。我爸嘛來本，那問我咪說講，咪說你想要出去，我講我不唔知，我咪說，反正你你看來出去。
OK 啦 ，fast forward to recently 啦，我每位爸我妈教我阿媽，哈所以我等佢走出去嘅。哈 Then 人講嗰古早一個夢，唔是講林波子夢翻來講，伊一看到我係講，哦，伊看我是講，即個囡仔生是有互囡仔嘅，你講鬼啦，安怎講啊？哈你知白戲翻啦？哈，你下面比戲啊？啊，白戲翻啦？哦，啊別是丟嘅，別是丟嘅，別是丟嘅。啊！別掉別丟啦，別是丟嘅，別是困去我講。哦，比什麼意思？就是丟啊，是hypnotize 咯，hypnotize。哦，我是比啊，我是講比戲，哦，比是我困，比是困去嘛。哦，啊，少問講我啲囡仔就 hypnotize 佢，白戲啦。哦，是咩？我無怪啦，古早時我數出去，咁我係古本講，有時等我釣魚時哦，哇！真係釣魚我釣來釣，要釣只魚啦，我當釣。哈，了我問阿媽，我阿媽講，唔知咩水一咩啊？真正愛困啊！就冚起哦，就困了。哦，你媽係咩？講你要出去頭睇車，還是係咩？一頭愛困咧，一頭困去是講？嗯，對，是講一咩啊？真正愛困，都真早阮困了誒。哦，了我係講8歲啦，伊講，因為我有早喺厝有一個壁哦，伊壁暗有一個空誒。哈，毋知我係阿公講伊講，講伊看到物件啦，特別無寫到我人啊。哈，是講迄個壁誒空誒是係 decorative wall 咯，反正。哈，伊講伊看到像嗰啲是一個 bottle 咯，可能就一個 bottle。哦， twin 我嚟世界甲迄個垃圾嘅世界啦。哦，了成個阿龍嘅厝，highway 呢？伊，幾個 highway 啊？了有一個是啥物啊？有一擺有一個要 renovate 嘅厝啦，then 到5口位路誒我哋嘅厝 connect 去路誒叫咩？迄 driveway 啊，哈哈，伊會底有龍溝嘛？哈，你話講龍溝伊去會底龍溝要看會拍無嘛？哈，然後contractor 落去時看，安怎有一笪反正有 cement 啊，反正就哈，喲，啊，伊講毋知啥物事，啥物來？伊講我講破啊，哈，但我毋知啦，我個食聲藥，人講即係你講嘅，你媽咁嚟講啦。啊，人但無教講是，我覺得大漢時人個教講，伊講講破是人講，迄個 contractor 講啊，我講破，特別即個物件咧，人袂使看，我甲你講呀。哎呀，我毋知是啥物來啦，我點毋知，人講有可能咧是，人講有可能是 baby fetus 嚟。哦，啥物？幾件 baby fetus？了毋知啦，是有影毋知啦，until today 本身。哦，是講你聽講過啦。啊，我聽講嘅，特別我伊人講是 to me it makes sense 咯，因為無可能我會安尼看你感覺了，我去頭鐵車。哦。了是 related to toys 嘛？Then 你是你是要去頭鐵你袋嘅車，唔是要頭鐵人盤車嘅車係？袋嘅車，唔是頭鐵車。我想講你平常時嘅人嘅你換車，你講冇冇咩人？我是不是想伊講伊十真係換車嗬？伊打掉你 pedal 我是唔知。哦，OK，而你學驚嘅人，人哋當人聽到伊講嘅頭鐵車，冇幫人講，冇幫人出聲，點一聲冇就冇 OK，我想你是感覺就是樣上即係下了邊上公頭上面的款啊，還是一鬼來 control 你？
previous owner 啦previous owner 有可能啦。了你壁我讲有一个坑的咧，你是拍幕去冚起来哦。因为我係講我係看呢件嘛。OK， 哈。誒，怎麼你講咧白啊？什麼我未曉得字，白白咯，你華語都未有米啊？米我是講米咯，我是讀米。冇啦，米是佢困去。棉的米啊，你是米？唔是棉。我想講米與米就是米。冇白啊！我未曉得白啦。福建話講白，然後又但係佢阿咪正形之下講到，特乜成日講下條白。人白去咯，可能白可即係雜波。我是想是白去。去越南學越南嘅雜波白掉。我唔捌用過。我把個學掉喎。18年啊，就變咗學嘅我本少學掉4年幾個。你使啦，安啲是咩驚去 market 嘅時講，人把你講話你唔捌嘅人唔捌。講你中國人有 a few years ago 嘅時候，驚人白去啦。對，你人嚟教你講話，甚至你都可以。對，我聽過本咧，個別店位，因你即係往時當金橋啊，我小對馬來西亞時，我本小往時有看到迄個有成個樣小會小穿會小衫咧，是一件迄個索啊，你白手嘅咧啊，แล้วอีกทีตัดตัว咧是你教你學地緣咧，上面咧學你迄個索啊，然後咧。後來我們是把聽過講，哎呦，看好多白顯哈喏，伊成啊，個人有嘅咋？有咩？但係啲嘢咋？個人不有嘅，有隻我即係唔是幾個數啦，即係個人伊本有常常我都看到內地人嘅咋，尤其是一個查某講話啦，大波徛喺邊啊嘅，真係安尼款嘅其實就往江南 station 有安尼款嘅，你比 MRT station 都出來，咧伊行嘅有一個查某徛過嚟講。Mister 你看起來夠學氣呢咯，因為佢講話嘅咋，伊講你看起來夠學氣呢咯咋，我講，那是講正常嘅人啦，唔知係咪數嘅話咧，哋答伊講嚇是咩？咧伊就接落去，同你講個十分正規後你對伊行走去嘅咋？哎呀，而家白路曉，冇伊無白落去，伊是坐落去一個坐一個地雷嘅咋，伊白路河雷咋。你唔係何類啊？你愛考白色啦，但係你會就被控制嘅身軀咧，也都有嘢咗。就是白路啦。有隻其實就，你所以當劍啊，你說有幾句話就出名啊，就是特人聽就幾句話，你就知咩數嘅，就講你講起來夠學氣啊咯。就是幾句話咯，所以那時你就聽到人講。Mister 你看起來夠好見嘅咯，講嘅，我講你講，我都會知道咗。你成我很早就係你查某是一講起，唔知要安怎answer我咗。because 我在玩呢個 case 係嘛，你會講好笑嘅，佢真係好笑嘅。伊就講你看起來夠好見嘅咯，後來我就知咩事啊，就講是咩安怎你肯講咧？你看起來啊。上家是有真係一個 blessing，就係講就一個 blessing 咗。你講冇啊，我都冇打波。你真衰啊！一條斜線嗰種，而家一邊夾掉咧，一條斜線講打波個，我落見打波都冇。我講嗰時候，是啊，一邊按手我就。你要另外一打波到啲邊啊？你咪講嚟你 try 咩話？看要。我冇人哋滾啊！我只係講個真係白情我冇啦，都老好奇，我都愛打波都冇打波，我應該講嗰時候，一直都唔知啲說講你希望都除掉啦，你搞走嘢，一直掉咗。一直打嗰陣咯，我接咗我都冇咩拄掉咧，我真正拄掉咧。我真係個幾難打，一直打我會正我 already 知啦，我 respond 嘅真係水嘅，一直打就是一直打嗰陣咯。我就是就對馬來西亞人嚟講，馬來西亞嚟講，哎呦，你真係學按照你真係學氣哦。我講知啦，我知啦，我知我背啦，我知我背啦嘛，唔斷。係啦，我係朋友時人咗就，我朋友是
伊是行几个数的路线诶，係咯，伊講伊互我聽咧，吼，伊拄着迄點時咧，伊有一道，伊就是甲伊講了，了，伊就是迄點時咧時候，伊就講吼，迄個翁哥哥你白白來嘅就，你查某就車驚嘅就，別個是無翁哥嘅就，伊講邊個翁哥哥你白白來嘅就，伊講就，你邊個查某講，蝦米翁哥個，你邊個穿白衫嘅翁哥咯？伊講就，你查某就車驚，你就變咗答咗就。我比如講，伊行是安尼路線，我是行大埔個路線，伊是行鬼嘅路線。哦，我是講我肥嘅路線，講我發學。OK， 等陣，佢有裝下係吉利嚟，你講你地幾個數你聽過嘅？actually 唔是我聽過，特別這裡是我朋友做一個我人去香港所以兩個家寶去香港啦，我甲我的先生甲這個我的朋友是伊甲伊某咯，所以我甲我的先生是 husband 呀，先生husband 呀，OK。所以我甲我先生咧是徛喺我人嘅 relative 嘅位啦。哦，親戚明，啷大嗰邊，徛唔是徛大幾度。特別我人嘅朋友咧，伊甲伊某咧，伊是去睡 hotel 咯。and then 這個 hotel 啊，是我人大過了 ，actually 我甲我先生大過了，特別伊人裝修過，renovate 裝修過。裝修甲真啊，裝修甲上甲未rental了，安講就 that means is extensive renovation。so 伊人嘛是講，裝修了嘛是好大咯。所以嘛去到睡一個房間咯。and then OK， then 我人轉去我人嘅 sister-in-law 位困。and then 伊甲伊某去迄 hotel 困，迄 hotel 佇尖沙咀度啦，真濟人嘅啦。so and then OK， 我人困啦。then the next morning 7點嘅時suddenly 伊 call 我翁咗，迄時我人佫無起過，你知 still haven't woken up， 講我即個要來了，7點早起。所以我人伊嘛來咯，然後伊甲伊某趕來哦，夾 bag 個了來哦，伊 bag 個了夾來哦，伊講做啥物？唔是好咩？迄 hotel 唔是好徛咩？是呢嗎？哎呦，伊真喘哦，真喘，伊某本身個哎呀，成個迷爸安款，成個無精神呢？無正時，講等我咪等伊講咯，講伊 story 咯。講做咩啊？做咩啊？我想我嘅房間有鬼啊！然後講because 我人嘅這個朋友伊是 engineer 來喎，伊無捌拄過鬼嘅喎，伊是上加我甲你安款啦，4班安款啦，I think so 啦。所以呢，我人嘛叫伊甲我人講，你安怎知是 ？because 伊這個伊特別看甲伊清楚，伊早會。伊該相信呢。相信。伊是上加研究中嘅ਹਨ啊。伊研究中是要看，就要只。Actually, he's a scientist 伊是 scientist 來 actually。伊是 engineer by profession and scientist 來啦，like chief scientist 來啦。so 我人嘛講，借條 OK， 甲人講啥物？我嘅面青白，人甲講做咩我幾暝未困啊，人哋講做咩？哎呦，我人倒落去了then suddenly唔知幾點我嘅 TV 家己響起來家己開你咯，伊講我無開 TV， 我冚了，我知我冚了，特別家己響，我嘛起來咯，然後我嘛去看咯，迄 TV 度，
做咩家己響咧？然後我夾喺 remote control，佢倒落喺 remote control，我放遠遠，然後我再冚掉咯。OK，等我去懷疑了啦 ，because 伊真正小心的嘛，放 remote control 放好勢好勢，伊大擺吼，伊大擺困哦，真感覺困的咗，所以伊大擺困哦，伊就會 routine 的喎，伊就要做物件啦，裝水裝甲好好啦，放物件好好勢啦，伊才會困的喎，and then 困的時咧，佫真久才困的喎，所以講放好好勢了 ，and then after that 伊佫再困落去，after that 伊講吼，伊聽着吼，有一個迄講的聲咧咗，伊嗰個講，咚，你講咗，成個變嚟學嘅你啊你。嚇！我再來，太難了。你看，before I think 自空空 I think before 變嚟學嘅 start 啦 ，definitely 唔知變嚟學嘅啦。這個是 early 2000啦 ，OK。你而家聽到講嘅時候啊，講嘅時候，伊嘛 straight away get up again 咯。我再跳起來咯，跳起來，下面唔驚，伊 start 驚了，伊 start 這個真啊無當嘅喎，這隻無當嘅，伊 start 驚了。然後我看到伊某個人咧困上拄安尼個喎，伊某無聽到無啥物，所以伊莫請叫伊某啦，無叫伊某去咯。And then after that 吼，伊佫再 try， 佫再困倒對，佫再響喎，迄個 TV，佫再開喎。And then 我去 check 咯，伊 switch 咗咯 ，check 伊 electrical 下面 check，then unplug 哦，unplug，然後再困咯，困，佫再響啊，迄 TV。喲。And then 啊 ，from then on 啊，無困了。哦。伊無困了，規暝無困，坐到等甲天光，伊等甲天光 ，because 香港伊無捌嘛，所以伊本買請我人嘛，伊知我人佇倒落去啊。但比我人是上加like 4 or 5 LRT stations away 啦。So 伊佇尖沙咀咯。So 電視機頭咧冇人彈，特別伊有出紅公仔哦，伊電視機。還是真聲呢 ？I think 迄款嘅聲爾啦，上加迄款嘅啥物啊？伊無講啥物 program 啦，伊無講啦，伊太驚了，伊無甲人講，我人無問哦。那伊講袂使了，即個房袂使了，所以伊嘛6 o'clock 6 AM 伊就 check out 了咗。你伊個某吼毋知頭毋知尾哦，一頭拖去。一頭拖出去哦。伊講袂使，我毋知做啥物，這個房間，所以嘛，伊某嘛 blur 安尼個嘛，甲伊做一 check out 哦 ，check out 了吼，佫死，咱來我人誒 condo 度吼，我 sister-in-law condo 吼，好彩我 sister-in-law condo，伊馬路我 sister-in-law 啊，一個家口4 members 徛，然後我人徛哈，你知香港 condo 馬路接。I think at most 是500尺呢，你知道？500 square feet 呢，你知道？所以你知伊困到落去，伊困啲 air mattress 啊 ，in the middle of the dining area 度，你知道？伊會安尼款困，你知道？伊會安尼款困，所以等伊會無甲咱人去迄啥物面頂迄 platform 嘅sofa 迄度甲人困，伊無 OK，伊無凊彩。伊無毋知啦，伊無無，伊是聽伊講嘅。伊無聽到，特別伊無伊講是電視機可能啊，是講伊迄個驚死咯。and then 伊個測迄啥物啊 ，look at all the electrical connections 啦，咪使鬼啦喲。and then 迄房間馬路 renovated 啦咪，哎呀，然後我人有徛過迄 hotel actually，but before renovation 啦。誒，你講 OK 啦，你講 hotel renovation，阿蕉你會記？頂到講我捌大過，你講當叫 renovate 就水啊呀。so 我頂到我甲人講過我大下一間我驚，講頂到是落群厝嘅啊，當去裝修只水起來吼。
嘟學掉啊嚇，嘟學掉啊，大時就嘟嚇對，我大時就嘟學掉對。我知嘢做咗一個。當今上面嘟，係咪學掉等於？或者走嘟咯。走嘟。頂住嘟，不嬲嘅就嚟看嘛。哦 ，OK。哦，咁使有 feel 啲物件都其實。你講就水，所以講你聽係講啦。嚇，你講。唔使講啦。actually 伊有是伊 corridor 迄邊個雜誌咯。伊安怎講伊？你是有去樓頂嘅房間有？哦，我有去房間。哦。伊房間是無咩物件啦，特別本時我是先有啲經。先我冇做假嘛。哦，你換下，你換房下。伊換。你講你講你嘅經驗嚇？我啦，我甲南西就去看了，我識經啊，跟住就真識經。然後心裏面就冇，哎呀，冇熟啦，你是冇熟是，特別你知是我大下一間啊。我唔知過誒。哦，你唔知過？我知啦，伊甲我講嘅時，我已經知了誒。哦。我已經集標冇出聲，因為伊已經 book 了。哦 ，because 要寄係我，只要寄係我，講嗱，這間 hotel，我成講你在一個橋地去度啊。冇啦，我是喺住，我譬如說我去嘅你跟嘟，我人無爽嘛，你咪較快落爽咯。我嘛想講伊知了，我本無咩啊，我應該伊知本了。我是看我阿格先，我阿格了去食物件嘛，我過來問迄個。應該阿舅會教我教識，我每迄個迄個咩啊迄個讀咩lobby 邊個，我每兩頂麥是叫咩 hotel 即係咩啊？你講讀 hotel 係 OK，都 confirm 啦還是？我 confirm 咯，迄時間嚟 confirm 啦，啲邊個係是。所以了安怎你就你頭去時你是冇事㗎 ，because 伊只細間。但是你感覺冇爽，我冇感覺講有係咪不好事，所以我就開門一樣咧，房間嘅設計嘅 ，because 什麼伊有彈啊，特別彈啊是看來伊是寫 frosted 嘅。哦，所以伊對，I think 伊對外口是成個 interior。哦，實潛井嘅款嘅，伊唔是成個。看風景嘅，冇 view 嘅，佢冇風景嘅，所以看嚟quite暗嘅。所以 just frosted 係彈下嚟嘛，所以我心裏邊就想講冇一樣種冇所，特別南西就大邊未歹。我南西有看到一間房屋啊，樣話一架車隻馬讓白白就騎埋，未歹 OK 咧，我覺得未驚。你未歹是未歹啊？是未歹是嘅講嘅。我愛特別講，所以阿舅是有一困嘅房間，伊較好困。哦。有時啲迄個電梯嘅邊啊，樓梯邊有。哦。呢個咧，呢邊有。你當電梯時邊啊，樓梯。即係暗暝我冇開開你電梯邊啊，就樓梯行落去。有樓梯邊個電梯嘅邊啊，樓梯是，唔係講你唔係講冇講大隻慣啊，你唔知三樓可能。啲學校本身就冇慣嘅嘛。幾樓㗎啦？4樓呢咩？4個樓你可能啊！我係叫較懸淡薄，你我大我係叫我只驚，我輪只坐站，我驚講紅險伊電梯開起來有別項物件接來嘛。然後伊電梯唔是兩隻咩？兩隻電梯嘛，係哦。對啊。嚇！了你我就幫下妹。又好潮誒，所以 OK 啦，冇病咯，暗細樣走咧嘛，所以我落去樓下咁，我先我落去樓下梅嘅，我講你個白你環境哦，因為有啊，特別係愛學類嘅。哦，愛話班特別好。時我係 sweet 啦，就是特別嘅類。哦，你叫我淨係是你 sweet 嚟，sweet 嚟啊！喂，我換掉，所以安怎換掉咧？嚇，可能嗰時有南西鬥卡超嗰時，我唔知係咪爆嗰度掉咧。嚇，所以我。佢是 because 要電視機咧，我就嚟哇Chromecast 嘛，我俾插啲，所以咪俾嗌就嚟，有時伊包鎖機冇夠長，所以我咪講我架樓卡拖就嚟 extension 咧可能，所以伊日 extension 來時我冇借，
有可能我唔知無隻嘢嚟啲，可能以為嘢嚟啲是別啊，是咩咧？我就查到佢爆炸。哎呦，爆炸嘅爆炸咧，佢哋旁邊攞。哎呦，無會咁嘅啦。哎呦 ，blackout 佢。Oh my god！ blackout 都唔要見 blackout 咧，以後我就冇條 shot 啦。我就冇條 shot，唔會嚟。條 shot 咧，條 shot 喺面夾住隻咯。佢哋可以諗波啊？爆炸嘛！佢哋你爆 socket， socket 爆炸嘛？你是講到啲邊嘅 socket 會爆炸，唔是extension 咧 extension 嚟爆炸。所以爆炸咧。因為我見到出 spark 呢。就 spark 啦，就是啦。一佢哋 black 所旁見 blackout 咧，要 activate 你 emergency。哎呦，會嘛？哎呦，近來我旁見嘅。電話個，所以電話個會用過，所以咪 call 樓下講 sorry， 你旁見 blackout 咧，你先叫人起來看啫。一陣你先起來看咧未做半行。我講又見到我入邊落去，我講我係 video 成，所以入咧我講，所以落去樓下 reception 度如果講，你旁見 sorry 啊，你旁見航向 blackout。有你冇計講爆炸你 socket？冇啦，我講你 blackout something 你可能唔記啊。我未記我成日是條題冇講。Anyway， 你叫是條題冇講。because 我心時候講冇可能我學一大嘅翻盤鏡啊嘛，都冇會。所以咪落去咯，我又係 back 嘅啦，落去我講sorry 你盤鏡你看咧，我講 sorry 我咪 keep 咗字咯。即係 after 七點晚跟唔使走啦，忘走咧，所以你過後時，所以過後時一 stop 過嚟，佢就講 Mr. Chiu 往下路就嚟往係雪，彈掉，破掉，掉啦，破掉咯，破掉咪是解，係啦，響條燒啊，條 shot 啊，是啦，所以 OK 啦，所以雪較好，喺嚟問時上㗎。我以雪 so called 雪咧，就 actually 是向大咯，更加大徑，所以接起啊，人家數學嘅啦。依 size 咧，就個人平時你 normal 嘅盤 deluxe room 你上住你 size 啲。我大要接起時，一陣時是哦，一陣時是我過後我 just 個 message 講唔使 thank you 嚇，我唔รู้嘅朋友話了。依家教我講。actually 你過嚟多隻字鬼，環境是冇過嚟多嘅。我大下一間我未記得幾lâu，特別伊個看到咧 monorail 嘅 track 嘅。啦，แล้ว伊個我喺房間怪大對水咗，感覺是怪大未歹啦。伊唔是講真正大間呢，特別伊有爭一間。用掛卡啦，你掛卡嘅對，伊用掛卡對。我知伊就是 hospital 嚟嘛，點解？搬出嚟嘛。對。我就係成日教我病，甲大過我嘅朋友啦。當邊出事嘅嚇？咁呢邊個出事嘅？對，伊是成日咧邊咧 Adventist Hospital 你看，即係人當邊出事嘅。伊唔知咩叫 MB Hospital 係咩嚇？唔是 MB，伊叫咩 Hospital 啊？邊當不叫邊當。叫咩hospital？ because 伊名就 common 嘅名。伊小妹做唔知蝦米物件，本做袂到，因為上響了，你特別冚去，你佫再冚了一站，伊佫變嘟 hotel 去，伊整好。嘟 hotel 做怪久了咋？伊嘟了變走嘟嘛？不過變走嘟。變走嘟，伊嘟伊整變走嘟嘛？伊整好，伊嘟字伊整嘟學掉伊整好，伊有做唔知蝦米生意嘅物件誒，做袂落，因為上垃圾了。了我有看伊個故事嘛，了就冚去，冚咗一站了，就是變嘟咯，嘟了後尾佢變出嚟咯。做蝦米做 office lot 啦，嗰時做蝦米物件咧，有別嘅。話是無聽到聲咩？哇！我大時幾暝我聽到聲，我就講我聽到聲成個咧 kitchen 人對我啦，我 because 我有啲驚咧，我朋友人嚇我係唔是講我本來冇驚，然後我是睡了 hotel，
我去讀伊 after 水啊，學到我水腦經咋，我一經是學我指教我 niece 咋 ，because 我 niece 係個細漢㗎，是個部就興要做 model 啊，要去 audition 啊，咪你看你 modeling 咁嘅，所以我就去水腦經班，往電視節目直接 get 咩，伊嘛就早起看啦，我我腦咩好，然後就對嘅，然後。我到水腦經班，我是腦人一間嘅學位知，我就講我啱要去出去找朋友嘛，所以我講我特別水我自己一間，所以我唔特別亂嘅人，我所以我自己水一間啊，我朋友下我去讀伊 review 是講 don't rent don't live it come don't stay here. It used to be a hospital haunted. So 我咪是。講死啦！我走去教我朋友講，我朋友人規定嘅啦，伊尋伊朋友人搞啲吉隆坡開迄個restaurant 唔係 restaurant，你想啉酒嘅 bar 你講呢？你伊講伊講嚇下邊真出名咧，講你注意咯，咁你是伊講嚟讓第一眼看到就是迄個坐 wheelchair 咯，你困嘅時啊，你聽到伊 wheelchair 啊曬啦，佢咪就一個阿婆坐到啲迄個 wheelchair 看路，然後你講我咪驚咯。我頭就冇講真驚嘅，然後講我驚，然後我亂咯。所以我對厝是對 hotel room 嘅時 ，actually 對 hotel room 第一驚就是坐電梯時。然後我起電梯時，我梗係驚講，伊電梯門就係開時，我看到唔知是人還是鬼話本講。然後我有啲亂都知哦。所以我就起電梯開嗰時 ，OK 亂冇事，我只個房間，我就開嘅啦，房間再經嘅可以開。同時咁了可以開關就對啦，關咩我困啦，冇冚到開。特別我聽到嘅聲是對我來講是成個人嘅 kitchen， 你就話我頭腦是想到講到底你灶卡，你就 industrial 嘅灶卡，伊人有迄個鐵成個鐵嘅 tray 呢，隻 pan 啊，你就樣 serve 物件時有人有隻 serving。啥咧？你在人係 buffet 時啊 ，chafing dishes 啊，你係一個然後，然後你當時人就是如果看 kitchen 嘅時，樣要做啥隻咧頭姜切馬嘅時，樣嘅係頭姜切馬到啲咧鐵嘅 tray 嚟看咯，所以我規暝聽到嘅就是咧 clang 一聲，就係講鐵嘅物件 utensils 到啲咧鐵嘅 tray， 然後過嘢時我個嚟想就講maybe 是成個 operating 嘅咧。嗱 operation room 嘅迄個聲啊是有成個鐵啊、膠布啊物件伊個咧物件係到啲咧鐵嘅 tray 唔知啦，即係我家己笑啦 after that。所以我聽到佢哋聲咯，佢咪直接淡薄灰一邊。But because 對我嚟講是有可能是樣有樣 service 成個 room service 上面唔知啦，有可能樣到底係咪我係邊會做呢物件咯？你看你聲啦，我聽到你聽到聲咩阿舅？阿你聽到咩聲？你聽到咩聲？哦，做愛聲冇啦。冇啊！我大係好事 ，because 我看到個口都 OK 咧。哦，你是有看到了？你警告我聲哦，我看到你 monorail 嘅 track。我看到對面嘅你就真得嘅，就真得上面啊，天橋啊，就真得上面橋。是河能，即係天橋是。OK。伊即個天橋，actually 伊是河能會行加去pavilion嘅。哦。伊是河路行喺頂面，因為我白路是愛行喺邊架，免行會卡車㗎了嘛。咧會頂面做一個河能行喺真長嘅。接甲去 KLCC， 接甲去 pavilion 嘅迄條橋嚟，人行嘅橋嚟，真正長嘅幾耐。要這些 cover，要頂 cover。cover cover 咧，到 pavilion 嘅。aircon 呢？aircon 所以你放喺邊架，你免坐 Grab 係咪？你會使慢慢行咯。OK。伊你行步應該可能愛唔知幾8點鐘到4點你行到啊，特別不是愛行。我覺自習判證啊，我看。第一塊，哇！第一塊哦，走條橋。應該中知得咯，應該中。我講嘅即讀學到，你唔知？我唔知。唔知。因為個 project 是愛規個 city 接嘅了嘅隻橋。應該點我俾佢哋講就走話地物件。
我有看一個 YouTube 嘅 channel 啦，伊叫做唔知叫咩啊，伊一個 expat 啦 ，American expat 啦，到啲吉隆坡嘅，然後伊用是講我唔知咩 Taylor 咩唔知咩 Andrew Taylor 就咩唔知 anyway， 伊個伊講伊定係講寫 review 車是講到段英就。了，哈，你講，伊個先你 check， 哦，先你 check 嘛，去看到了，哈，就是巴魯講話，巴魯 pre-order，巴魯來啊，伊係咪咪講伊because伊是伊嘅 friend， 我講段英，啲英國呢伊個 check 就出了5月18號，美國呢伊都別等個10月個。哦，I see。Actually 啊，伊個美國嘅 copy 啊，伊個 cover 較水啊，所以我都訂到2本了，特別都要來美國來，我都要等到10月個寄出邊。哦，你 order 啦，到美國嘅 copy。啊，咱嘅英國嘅 copy 我都 order 5條了，5條伊都寫到那邊好啊了。哦。Anyway， OK， 來到對起咱，actually 段英故意告訴咱講 recap 咧 the best， 我係記段英講故意告訴就是咧淡嘅。伊有耐啊，是蝦米？即係是第一個嘅厝嘅哦。係你是一厝嘅，冇 hotel 嘅，你係講看到淡到啲環境國家。係關單嘅，係關單。伊是關單就是伊個訂做工和Chartered Bank 嘅。有一些差不多小OK 啦 ，OK 嘛。Chartered Bank 對，一下差不多小。一下就想了。Chartered Bank， Chartered Bank 較好聽啊。誒，你等大鼻坑個大整個大鼻坑唔使有線，你幾個歲講個大鼻坑？誒，來啊！嚇來。有10年呢？10年呢？哇 ，fresh 來！哇！10年到有3個月前嘅，等陣我先。OK， 10年啊。OK， 我由吉隆坡落來 JB 嘛，做好辦。แล้ว我記 meet 你哦，差不多是10點幾11點呢，我記伊個 hotel 甲伊講話記 meet 你哦，嘅班。OK， 伊個 hotel 嘅名叫 Le Grand Sud。OK， 我一班嘅時我是人我 OK， 我講話，我 feel 到。像這些人啊，搞我嘢叫咩啊 ？hide and seek。哦，你是感覺到人哋逃避嗰啲拖呢？啊，捉迷藏都係喎。即捉迷藏叫咩啊？阿基洛嚇對。阿基洛 OK， 有見咯，表看我面條嘅喎，我是尷尬掉呀，點解做嘅喎？伊個房內面啊，佮伊個 lobby 啊，不是，伊個北京是暗嘅。哦。了伊個 lift 本是個里，了伊個房本是來30年嘅房了。了不要緊咯，了我講話，因為你是我嘅好朋友嘛，我給想講即係你 line 冇咩好事喎 ？Hello， 你 line 冇咩好事？咪可以講。嚇，未必唔是 line 冇好事咧。哎呀，對隻，小布布，你 cut in and out 淡薄。會聽無？嚇 ，OK， 講。OK， 了，我甲伊講話，我即個朋友咧，我會使甲伊講。會到半暝啊，3、4點半下有無？會困咧，我人講，即係人好朋友嘛。了講哦，我感覺有人伊個阿姊族嘛，了不要緊咯，我會感覺了，伊做我真愛困你來揾物件。了我本是甲伊講哦，若是你愛互我看，你莫做我愛困啊。哦。伊個感覺真係坎坷誒。我無熟解嘅感覺。了不要緊咯，
我朋友看到我，佢問我蝦米事誒？我講無啦，無物件啦，唔係嚇伊嘛。了我是愛大面計鬼名特別我是袂動，我走對厝。了嘢是個哩我感覺嘅 hotel。因為我朋友甲我講話是30年前嘅 hotel。30年前你講？30年嘅即個 hotel。了是看邊啲物件嘅，我是感覺真濟呢。你話實際雜你看下，特別你講佚佗，特別有喺你感覺到樣，即做阿節錄嘅感覺，入面是成淡薄，成囡仔你看下是。應該是特別做啊是看唔到去比較緊，特別我是感覺我真愛困。是做到愛困。伊個磁場啊，應該是無相啊。這是雜名。怎麼多？你下講。我想到多好笑的哇！磁場嘛，在到嚟邊嚟學健講。對。我感覺真奇怪嘅hotel，了我走嘅時本是差不多6點啊，出去是本個哩嘅。所以我感覺到陰悶啦。對，因為呢個 hotel 是我嘅Hutan Reserve 叫啥物啊？沙巴。沙巴嘅。我要未人看，當然我要聽看人 quickly run down 就人講看你會記 memorable 嘅幾個故事，邊嚟學嘅人聽到是。我講者我能頭一個幾個事啊，你會頭一幾個事啊？真久咯。康樂冇錯。哇！是康樂三鬼，有格達布魯格立場樣講嘅。阿龍來啊，未係是？阿龍啊未來，特別。阿龍有誒，阿龍不過講幾個數。我就早就參咧，特別我無安尼活動嘅。OK。對，伊是啲5月是甲阿龍講，咧阿龍嘅迄個是41集，阿龍講幾個數。是咩？所以這是算是第一集啊！你有你嘅名係寫阿龍講幾個數嘅。我講到是幾個數，我就袂記啊。200六年啊。200六年嘅5月。41啊，我覺。第41出你講 episode 41啊 ？41。OK 啦，所以嗱你寫電話41 ，OK， 等陣會加浪先，我會加浪，按照去除掉幾個故事，唔是，按照去除掉舊嘅 episode， 所以我當然我諗看，但係啷去本來學見網頁下，然後你去看鄭秋平有嘢，即係本來學見網頁，然後鄭秋平看就是 old 本來學見之類，啷但係嚟講，伊對帶你去。聽無相嘅所在，看幾個聽 all 嘅 episode， 然後如果那是到啲 Spotify 啷除 all 邊嚟學見，都會除掉舊 episode 啦，甚至除 episode 41嘅時啊，啷即係新嘅 feed 是聽唔到嘅，特別去除舊嘅。700幾集咯 ，all episode。你800集起就啲 new， 特別我無久我就刷，我想就這啊，我就刷100出過去 all 嘅。because 是新嘅 feed 較 active 嘛，新嘅 feed active 咧，所以你若是上濟 show 嘅時候是伊較慢落嘛，所以我就刷過去。特別我最近冇刷掉，所以我咪再講舊 episode 咯，使去聽除，然後是到 Spotify 聽滿好，你會使去除 all。Ghost 冇邊嚟學見一對除掉，所以我當緊度正下，我去 search old， 都係我到 Spotify 嘛 ，old 邊嚟學見，冇啊，我冇除掉歌即是，嗱，我邊嚟學見出嚟啊 episode 出嚟嘅啦，所以我去 subscribe 你 old episode 咧對會聽到到啲句 ，OK， 第41出是頭一擺聽到阿龍。我頭先講幾個數，冇啦，頭講幾個數，伊17集有伊啊第17。我就早阿龍都除掉，我都是 online 有聽下先。安尼我就早就有咧 online 都已經聽就講你要開邊咧，我見你 podcast 咧。because 我 start
我有做一個 episode， 兩個 episode 放到啲本嚟後，到啲 online 嚟放。未過誒，我有影在點解是真是成條 online 先，係咯，我嗰陣 email 好嗰個。because 我係叫我到啲 online 時，我講我有放一個教我朋友落嘅到啲 online 嘅位，然後我朋友講你不要殺一個一個 KE， 講你不要殺一個本嚟學嘅，所以佢是個殺機。OK，so 幾個告訴阿龍，路嘅第一期嘅幾個本嚟學嘅幾個告訴啥物？哎呦，掉啦，拍掉啦！你是學線還是幫？幫啊！哦，我睇到掉就想個 boy 呢。我困嘅陣時，我成日我面前邊啊，我 just in case 我特別白樣啊。你有幫嘅，你後邊有幫嘅。什麼咯？我嗰時我一樓嘛，我嗰個廊教嚟。I see。你都係你幫。我冇幫曉，我當我幫有歌。你日本嘅會嚟開掉啦，而家唔夠娃，所以困是 OK 嘅。困是冇數嘅。OK， 來你講。我第11集我講佢係咪告訴我上邊記，我就冇聽佢，真係我上邊記啊。等我看我除掉一幫聽。41集，然後講空落。但係盧家阿 John 講嘢咧，攞羅蘭講。我就是因為一大堆就是阿龍講幾個數咋。所以講得是盧呢。但是我講下明明講我上邊記啊。特別我本冇少本啊，我 contribute 佢濟本啊，我按到我 still 係 feel 到變成都幾個數是第有意思嘅咯，第好聽嘅咯，變成都係咩？明白。嘢變成都啦，到底路係邊講嘅？對，我講嘅，我家己拄到尋我在我捌嘅人啲邊做工嘅人拄到嘅。這是舊嘅 episode 咧，這是各位聽者，冇嗌歌，喂 sorry，各位，真冇嗌，定到就實咧，定到 already 我哋講嘅實到嗰種，我係講鬼嘅故事，我特別嘉賓過來講鬼，定到講鬼故事就就。真係這人是個跳啊，所以同佢咱這裡把我瞄咗，你就俾插亂，喂，阿仔插亂，這裡把講應該都在中國嘅呢，成住嚟見啊！我都在中國嗰時，伊嘛曬樣，如果我諗我係中國啲，就波你啦，啊 video cam 嚟看咗，因為樣一年以來冇去 transfer 出來，冇去幫出來看過咗隻咗。係咯，因為上去驚嘛，因為自己嗰時驚成日，你嚟跟住看咯，啊，你看點先嗬，你真看點唔驚？係咩？伊看到伊驚嗬，唔是因為歡喜啲跳咗，伊是看到有一隻手張在鏡頭，我上次記，我係記得，我冇幾長，一叫，一隻手人掠掉，看到 video 時。伊見掠掉一張的一見那頭，張的見那頭的，伊見那條跳，我有一個線嘅就，我上邊幾時？你呢就對佢聽 episode 41，特別我同我驚，就啱未幫佢殺驚。episode 41你可以聽，所以就會去舊 episode 去聽。你即係隔了無 YouTube 看嘅，冇即係隔了是無 YouTube 嘅，無 YouTube 看嘅即係。咱嘅 origin 是 audio 呢 ，live 時無去 recording 無看到無就是無咧。我其實是 start recording，我其實是 start 做 video 機，就是定當咱是 Google Hangout 嘅 ，Google Hangout 嘅是，咱是冇阿 John ，Ustream 先。哦，對，錄講嘅 ，Ustream 對。Ustream 一嚟佢 Google Hangout。對，我 Ustream 就渣咯，就係。好啦，嗰個 Skype 個啦，嗰個 Skype 啦。Skype 升啦。Skype 但係我冇 broadcast 嘅。Hangout 啦，都冇 broadcast。你一冷集你佢啊，都準備叫人出。出嘢嘛，你叫搶會我靚仔啊，點辦？特登摸大，10聽摸大就冇攤講嘅，掛鈎單排隊啊！單就排隊，單就冇講了你好，講了你特別成走成嘅，講了就講拜拜。特別落大啊，學白冷 key 啊，學白冷 key。你看本是未歹，我感覺那本是好啊。
安尼好，我 listenership 較懸啊。當今攞啲看到啲 YouTube 會看，咱都無去聽嘛。所以我應該不當買做 YouTube 啊就，แล้ว我今日做 Google Meet 呢。แล้วเราใช้หัน Google Meet ไม่สิ唔知有หัน到幾人啦 Google Meet 應該是冇啦，應該是冇喊啊。哦，你講啊，你講那時我冇到啲 Google YouTube 冇做 live 啊，你講有人愛來 Google Meet 看了，應該是有哦。頂到係我頂到咱做咧，Skype 咪是只濟人啊，我特別咩就特別出啊，你煩惱咪就係講嘅事，我諗是咪就嚟聽了啊。Ustream 點想講？Ustream，咱是 Ustream，咱是到啲 Skype 會接啊，到啲 Ustream 會放是哦，成個是。哇，冇乜清楚嘅阿姑了喎。隔了白出嚟我已經。你有講嘅係咩？魯江迄個係咪？佢就聽魯江。我有 confirm 有。OK， 來，阿豆哥當然有點啊，豆哥，你會記 memorable 地會記掉。驚誒，故意告訴到啲邊啲學嘅人聽嚟。那得出名日本老姨啦，嘅咩啊？Lori 啊，飲嘅，講伊話 Lori 特別情人笑嘅，嗰啲公啊，華車。嗰啲念抓嘅人我覺伊真好笑咋，真係我 imagine 其實伊個講嘅全係講嚟講數嘅，你知哦？伊隻 classic 嘅咋，真係日本老姨。是啦。嗰隻牛講嘅事，嗰隻好笑，嗰隻牛講。伊聲佢真誇張嘅啊！伊隻 animated，伊隻牛講，誒，咱唔知直接咱就未。邊啲是 anime 嚟嘅講？咱就要請係對嚟啊！嗬，咱請係特別。要啲 Facebook post 物件，特別伊無嚟參。冇 ，I think 阿咩數，伊看可，所以咱特別隨住咱早起馬來不是日本是早起點先。日本冇1.幾咯。嗱，即係講禮拜早起咪特別唔知要去 judge 拜六早起，你就拜早起，你拜過我拜過阿妹，拜六早起未必嘢哦。有時你出過4號，你放假係唔先啊？呢個4號第三本對OK， 阿 John 啊，唔係普基，你對佢馬來西亞你做啦，你會點些解啱嘅？細本哦，特別馬來西亞 internet 唔真好笑哦。有嘅話 OK， 我有 internet 誒。我有 internet 誒。我有 internet 誒，我唔是法人，唔是香港，我有 internet 誒啊。不要緊，我有飛機，我有 internet， 我飛機不要飛呢。我上次啊，肯定會，因為你可能冚起啊，係啦，就係條波，你可能冚起。係你人臭嘴是唔是講馬來西亞無好嘅臭嘴是講人飛機啦，飛機飛機嘅數量。人在邊啲㗎？唔係馬來西亞㗎，我諗個特別講馬來西亞㗎。新加坡嘅 like rivalry 是 forever 本身嚟看嘅嘛，接落嚟本身嚟看嘅。So 特別是伊個咧，伊上鬼混嘅啦，伊啲個真面，伊真面。tapi rivalry 嘅安怎本我人唔捌講新加坡人。都是。呀，就係咯。冇你講人，你人嘅 rivalry 是 quite friendly 本嘅，你人總係笑咩是講笑嘅笑。特別有人本有你本成日 feel 到，我在講我捌只係新加坡人 ，always feel 到人較 superior 過馬來西亞人，所以有即是事實嘅物件，唔是講隔了人，特別只人上嚟。我頂一禮拜，即係馬來西亞有一個 talent cup。另外馬來西亞人就人知啦，因專門就是吹 talent 嘅啦 ，talent cup。แล้ว伊就嚟 Korea 做一個 gathering 咗，伊唔係吹人，要做 gathering。伊講當今咱馬來西亞人真散，所以有 travel 佢無上所在。伊講下 we have to stay connected 啊 ，because 無上所在人，無上所在馬來西亞人特別白，有興特別出嚟日本，有興特別有 activity， 所以就嚟做一個 gathering 咗。然後伊就吹 working 加 studying no group 然後白日本。แล้วอีช่วยดูว่าแล้วโอเคนะแล้วแล้วว่าที่เลย gathering เนี่ยเราจะ講係ลองใจ講禮拜是 Soul Friendship Festival รู้จักแล้วยังดู
大啲 Korea 啦，就是啊，佢再嚟啊，去過啊，但你落去過都有一道農日你係咧有全世界真係無上國家人大啲 Korea，用擺檔係咧賣食嘅物件嘅啫。參做無上嗰啲 activity 啦，係咯，我就講嗬，特別咧冇睇到馬來西亞有做咩物件嗰種，特別我有一個 good friend 是新加坡 club 嘅嗰種，伊是新加坡 club，伊是成個新加坡 association 嘅，因有擺檔賣食嘅物件嗰種，一定嘅人，咯頭一個 first reaction 就講嗬，apa mereka jual makanan kita ke？ tapi我講你啊，用 first expression 啊。apa mereka jual makanan kita ke？ tapi maybe 咱就要 start 一個啊，咱要 start 一個要 agree 咱 start 新加坡噶，咱捌講過啊，我會記。講過。because 我嘅立場嗬是有。往時講出來，我家己就才驚啫，所以我係曉得，我係聽講這字，所以人就是講嘅，我隨時講嘅咯。所以人就是聽，往時你會講出來，你唔知講你曉嘅字啊，邊會出來嘅？按照你係邊個條咁配嘅？我啦，阿 John，我冇蝦米問題甲新加坡嘅人，我本身有真正自信，我來嘅。特別我第起行時，我住啲英國，還是住啲美國時，我聽到人講，還是我睇啲廣告啊，啲人講 laksa a Singaporean dish。我第一行啊！特別好，你別講，你別怪人嘛？伊熟悉是新加坡嘅 dish 嘛 ？Because 新加坡是 part of Malaysia 嘛，聽到，所以伊無講唔對，特別你。較簡單嘅物件，像雞飯啦，係咪新加坡嘛是有嘛？特別有嘅物件是現是檳榔出來嘅嘛？好啦，laksa是咖喱laksa，阿三 laksa 都係。laksa 是咖喱米 a type of noodles 啦。對 laksa 就是 general 啦，southern 嘅 laksa。laksa general 咩吧？唔對，你講緊唔對。喂，是現阿三 laksa。忙安尼，激動。家公嚟講。喂，佢會見。英國用傾聲地啊！家公講。對，你知你講 laksa 啊，我甲你講，我甲英國中本有上嘅 sentiment 啊。because 啊，when 我人講 laksa，咱人是講阿三 laksa 對。檳榔人。because tapi tadi kuih Malaysia lah laksa tata lecu tu laksa laksa ha laksa Kedah laksa Johor แล้ว你講住人嘅 laksa 是叫做 laksa 呢？咱你是阿三 laksa 對吧 ？unless 咱不要緊，我人一人嘅Malaysia kuih Malaysia karena Penang asam laksa pun untuk Kedah pun asam laksa. So lang kaki kat yang luar. Bunte si ilang kêu 咖喱米叫 laksa， 貴嘅馬來亞咖喱米是咖喱米，伊是 laksa。咖喱 laksa 嘛，咖喱米飯。KL 是叫咖喱 laksa。咖喱 laksa， 等，停 ，steady 噶啦，你我感覺到，我感覺到。Okay, what happened to 歌數 anyway？ 咱特別做隻，咱特別 revisit 啊啦 ，OK？Next month 咱講 OK， 新加坡。咱講歌數，即係唔係講成。Because 韓國上面嘅食了。哎呦，真係，哎呦 ，OK， 咱咪看 ，OK， 來，反正咱就 distracted 了 ，OK， 好，咱看啊，咱看到，哇，今日。今日節有 set 喎！哇！我真咩啊？飛面啊！你看啊！真好了！嗱，這唔是杯麵咩？這是杯麵，對。特別個皮喺你啲食材啊，哦 ，curry 嘅杯麵。
很惨咩喎得到啊？你看，咋摆不容嘅環照哦？哎呦，搞哦！你咖喱叻沙，係咪咖喱叻沙？咖喱叻沙。然後這是佢這是 sesame seed，然後這是油腸啊，這想煎那個油腸。伊個 side dishes 較濟過伊個 main course。搞。這是這冇上嘅環節。I think Sri Raja 個古主張。哦，那這是 Korean food 咁樣啊？Korean food 咪是 side dishes 濟過 main course 嘅。對，這是我嘅 mango 對。哎呦，我愛。仲有你 Bruce 會曉食肉未啊？會曉。哇！以前嘅教啊，我感覺你美國Midwest 嘅人較袂曉食鹹嘅物件。啊，maybe 我 train 你數 ，because 我你 brainwash 伊了咯。我 slowly 慢，特別伊suka 較無誒 flavor 嘅物件，所以伊suka 食跟人家食啊換下食那款嘅物件，咖喱叻沙、阿三叻沙。未 ，sorry， 伊未食阿三叻沙，伊講小 fishy， 伊講。哦，我俾做路 jealous 當見。啊，未來看你 video。我冇看到，我是未 jealous 嘅 ，OK？ 我覺得其實我都看。哇哦！哎呦，這是fight between， 真的 fight between food 啊，這。冇啦，我就是做亂啲。我做阿三個 gas， 愛咪？哦，愛。哇哦！愛。我被哇，拍我這個裡面。我做阿三個 gas chick 卡啲。誒，阿三個 gas 俾煮落久嚇，你佢哋 process 係5-6點鐘嘅哦。冇啦，真係快呢，真係快呢。我就是講食咯，伊是咱嘅冬陰嚟。because 我哋邊嘅阿三 pedas 安尼應煮呢，你知啊？大人講把你會講是阿三 pedas actually 是過來Tunis嚟啊，咪講我看阿三 pedas 會，是，所以變咗阿三 pedas 只應啊，嗰啲點落去啊，就是夠。掉幾時一料俾掉個水嘅料咯，點乜啦叫？冇啦，你個結家啦。啊是啊。啊。我未曉，我有用特別學啊，特別看 YouTube 嚟學啊。啊，你個結家呢？阿龍真真用呢誒。就咪不容好了。我近了不是下面日本用啦，我近了記住我個起項嘅咋。我係八骨地啊，我係上次學到嘢，我八骨就是鹹嘅。特別我本隻就食啦。我本隻個了。誒，等下講到對幾個數。OK，我講。啊，來南西。我講。我拉薩加聽咧，加吉利嘅，嗱就是迄個講慢咯，迄個查某楊長水啊，聽講慢聲。哦，講聲嘅聲嚇，伊朋友嘅聲嚇。楊 copy 嘅聲，迄個我有影我聽，我家己本真正驚食吉利。誒，我聽你講事，我有影我看到嗰啲講慢嘅，我 imagine 你講慢。你 imagine 係講慢咯。吉利咯，啊，就吉利咯，我看到伊講慢點講滾嘅湯啊，啊啦外加顧廿盞嘅，我看到嗰度。南西只是出現變得好勁，只是出現。所以其實頭先講嘅面，我俾梅到人，我必須話馬來西亞人講幾個故事啊，較濟啊，jamban是幾個所在啊，你若是做幾呢，後面數你要去jamban啊，jamban超味嘅味。一擔。And then 你就說，擔是係咩關係？不，擔是係咩關係？鹽啦，因為鬼暑假期係咩所在咯？鬼就是暑假期咧，人身軀蹦出來嘅物件係所在咯，就啊，你身軀讓 release 出來嘅物件係所在係鬼嘅期，就成個何時間呢度？有雞豆烏龜啊？雞豆烏龜雞豆烏龜特別係種誒 pub 啦 discotheque 有，因為迄邊較複雜。I think 雞豆冇有誒。OK。特別雞豆是安怎一地旁經是無嘛，一地旁經無。咱講嘅雞豆是安怎？雞豆較濟是一間旁經嘅。無一頭嘅位啊，你鹽個攝嘅位都是一幾啊。安尼鹽嘅地方咧。
literally 我甲你講，我行緊上機咧，應該我家己本身無講過嘅。我行緊上機時，我老爸我講嘅，伊講古早啲鋪底就係有一間，邊人啲鋪底有一間 disco 冚去嘅咗，有一間 disco 就出名係冚去嘅咗。伊講迄一間 disco 咧嗬，你去伊嘅針板洗，伊個講咩啊？洗面嘅時咧嗬，你袂使規日頭剃掉，你特別徛着看到你行洗面嘅咗，你袂使剃規日頭。係即係你面盤位啊，切掉呢樣死，伊袂使嘅就。人哋你按咁做了過啊，你徛起來點先啊？你喺啲鏡裏邊看到你後尾嗰陣時徛到真濟人嘅。伊唔緊，伊講到點啊 ？OK，我使問一個 question 咯嚇。攞你會使？你咩？鬼實在是蝦米？伊應該係講嘅。wavelength 嚟我 video， 特別講有啲。鬼實在是蝦米嚟？energy 嚟，一種係 energy 嚟。是唔是鬼？是唔是人鬼先了嘅？那是鬼是別項物件。人鬼先了，人鬼先了是鬼咯。迄個別項物件咧，應該是妖怪咧，是妖怪。特別嗬，人講鬼。人講鬼嚇，就是人講鬼是有陣時是只 general， 人講鬼嗰時是個了 paranormal 物件就是鬼啊。特別你想食較嚴格，同埋較 specific， 但冇咧鬼是人鬼先了變嘅物件。就是我要問，我要猜，蝦米有 different 鬼是人鬼先了嘅，那是鬼是妖怪。鬼唔是妖怪嚟嘅。特別有陣時我看到物件啦，我看到物件有陣時，伊唔是達到是迄邊個有鬼嘅咯，就有陣時迄個是伊是安尼講，迄個是伊會 pass 來嘅。意思講我人看到嘅是安尼，迄個是過去嘅事來。你就時空交叉安怎講啊？對，就是講伊 time difference 是無相嘅。time difference 浪掉嘅是啊，แล้ว我人有安目睭嘅人咧。安尼講會看到，特別早一人想講，我看到鬼，唔是，迄個鬼，迄個物件唔是佇迄邊講，是我看到伊過去嘅事，伊是佇迄邊講咧，安尼講。我唔俾你講物件，就是講，你是佇上一間厝內邊，然後你看到迄個物件，特別迄個物件，actually 伊唔是伊是講23年6月10號暗暝12點佇迄邊咗，伊是1953年幾月幾號佇迄邊。是你嘅目睭看到1953年嘅迄個情景啦，迄個景啦。對。啊，有你係講 communicate 啦，even 都你無想點想都會 back and forth。別開，迄種即種就別開 communicate 咧，你是看到一個呢，特別伊。係咧，誒你看咧，即係 theory 啊，較啱嘅位now，是因為你知道無成鬼嘅，特別啊，我是講啊，我有相信人有經驗聽正。奇怪嘅物件，被 explain， 被解釋，被解釋做一個嘢。特別啊 ，one theory 是啊 ，for all we know， 即係你看到鬼嘅點聲是 distortion in space time， 像個mini 即係西裝嘅 Einstein-Rosenberg bridge， 像個so space time。distorted 唔知係咪數啦 ，maybe some cosmic event， 還是係咪 space time distorted， 嗱是看到人啊，把你點聲嘅人 overlap 個人嘅點聲。嚇，即係解釋咁，鬼來特別是嚇，即係我梗係相信，我梗係抗啱嘅我係腦啦，嚇。你唔會一個 explanation 嘛？你唔會有一個人解釋啊？你一個 theory 啊？你梗相信。出聲，什麼是特別強是出聲啊？對啊，特別就係驚就伊佢咪冇講話咧，可能伊啫嗰種。冇，伊頭我是講話3月3 months ago 啊，3月之3個月以前，3個月前，我是有一個物件知無？呢個物件是我家己本 until now， 我家己本未。解釋是蝦米事啫喎 ？OK， 有一暝我放工啊，我甲我朋友去食物件，食好物件我本是對厝哦，我對厝哦 ，half of the way 啊，跋路啊，伊
一条路迄是我看唔掉目睭本会行诶，因为我差不多是逐日去迄边，知无？了我奇怪哦，我行，我奇怪，喂，虾米事我dimension无，我会安怎讲啊？我会空间无相，知无？无相去对。对，了我看空间是啥物 ？Is space dimension dimension。了我看我画车我看，喂，虾米事平常时无即个桥诶，特别当今有一个桥诶，迄个桥，迄个古早诶，你有知无？古早诶火车会过即个坑啊，暗坑。暗坑，对，了，迄个暗坑诶是差不多是500米内边啦，我看，特别我看，虾米事啊？平常时无行到迄边啊，虾米事我行到迄边诶？了我看边仔诶厝长哦，加了哦，迄个安怎讲啊？迄个色啊无相，有知无？啊 ，OK， 了解，伊是黑白，对，伊是黑白灰淡薄诶。了我看，喂，虾米事有淡薄印出来诶？伊是蒙安尼，你知无？上加诶圆顶安尼啊，有淡薄诶叫啥物啊？雾啊，mist 啊无mist 对，了不要紧咯。了我本是人本是清醒诶啦。I force myself to be more conscious 啊。了我会行出来嘛诶地方，不要紧。我看，我袂，我知我袂直行诶。若是我直行，达到是出事啊，知无？我是感觉就是出事啊。了不要紧咯，我出来。伊诶情况是安怎讲啊？是离我诶头脑内面，知无？伊是真实情况，若是安怎我较近一下。我本袂解释，你知无 ？OK， 不要紧，我出来，我慢慢滑车出来，了我经过迄个厝甲了，是毋是？是古早诶，安怎讲啊？茶诶厝啊，迄个rumah papan啊，帮助，甲了是板厝啊，知无？了伊个内边诶人哦。即个上个一个根本哦，迄个人看我诶眼神啊，叫啥物啊眼神？伊做起拢讲落去啦。一面色，你就講落去了，我未你講嘅物件。OK， 迄個面色甲有迄個眼神哦，加了無像我人，你知無？迄人看我是真奇怪嘅，了不要緊哦。我行，我才無對路啊，我念經啊，差不多是10秒內邊啊。我對起嘅正常嘅路啊。你想是自己另外一個大面，你感覺到唔是你當見大條嘅世界啊？對，了不要緊咯，了因為我對起我嘅根本一季節話差不多兩季節嘛，了我對來是哦，呢個地方啊，我出來嘅地方啊，變做了一個新嘅路。你是講你等到話無相關嘅意思是即落空去 ？OK， 呢個地方哦，我知是唔是？呢個地方是無路嘅喎，加了厝長嘅，古早加了厝長嘅喎，了當今我去看做咗新嘅路。哦，係了。了我問我朋友啊，古早有路嘅，面講無啊。一季節內邊做爾嘛，無路嘅古早是厝長嘅，我講來啊，較緊啲啦，我本找袂到一個 answer 來解釋，我去了倒路來喎。男仔你會 feel 到蝦米物件，若是你會知蝦米故事喎？男仔實無啲嘢，男仔困咗，男仔走咗就講。男仔困咗嚇。
但咁嘅是對起 ，because 特晚啦，server issue 嘅時候，特晚 clubhouse 啊。但係英國中嘅是解釋嘅喎 ，scientifically。physics maybe 啦。特別我相信，我相信講有另外一個 dimension 嘅，我相信有嘅。是，佢是這無相嘅，唔是帶我去未來咯，是帶我去。古早 past time 古早對，你感覺是古早嚟啦？古早係因為哦，當今這就是安尼奇怪嘅咧，火車嘅坑啊，嘅暗坑，了到有咧班厝啊。你有去 check 過講古早是係咪所在無咧？係你所在？無哦，古早是唔是？古早是有火車過，但是安怎？你無去研究嘅啦？應該是無火車過嘅。OK， 我係記頂季節是怎哪季節先？3季節。咱嘅一個朋友咪做5千萬嘅。我會記啊。5千萬你記個人講講伊換車哦，伊換車個伊後生，講伊換車，唔知換到3點鐘去，特別伊感覺就是3、8點鐘咧。那放有放啊啦，應該是放啊啦，啊是伊特啲伊即是家己甲我講，有啦，有我有聽過哦。啷就成日看來錄音，人無聽誒。我會記這個數。你會記嗬？伊講咩？我就踢出去。哈，都是咯，南西。我就踢出去啦嗬！你話伊講咩？server 咪 error 咪 server 到 clubhouse 到，搞了，搞了，人本掉呢？啊，錄掉呢？我掉呢哦。特刀你看呢個啷特刀嘅啊？你記南西5千萬啊？5千萬講嘅嗬，你記講就是伊家己講伊換車，特別唔知換家己到路滴換介久未夠嘅你記哦。伊講伊後生，伊講伊後拍得好，伊講伊家後生講等我到底火車站去載路，特別只久咧，你個電話個無 battery 啊你記哦。然後你冇成日講其他機構一另外一個 space 講，安怎我係換架紅開咪載咗多嗰時，伊是換架真危險，一靠都嚟，所以有可能係講你是比去架什麼啊？唔知啊。係咯，我是掉過手本啊，我不是換車。你我講過冇揸幾年前，我講過我跳喺朋友厝，แล้ว出來時，แล้ว明明就會曉行，明明曉行，แล้ว我想停啲紅車會，แล้ว看到迄個看到垃圾，看到車色邊了，車色邊的人，แล้ว一看到我，伊甲我笑一下，你看了我看到伊，我講我心想死了，哇！死咯！我甲 eye contact 掉了嘛，แล้ว我個未曉行去咯，แล้ว我行落個了嗬，嗰陣是山巴去了，แล้ว真係迄個布啦，真係白色嘅物件背啦，個了背來背去背啲我車頭，總之個了是背跪我車嘅個了跪嚟厝，個了厝無人咯，無厝個了無人嘅哦，你空厝個了無人啊，啲吹無一小杯吹到一間。規間厝是阿姑安個了誒。哦。迄個阿姑安可是啲。你下邊 episode 你記哦？下面 episode 你記？我會記 episode，迄個我會記阮，我會記應該會記。啷未去200幾集。啷未去 clubhouse 啊？啷是講咪吹過 episode 去 clubhouse，because 南西特特咪辦幾個數嘛，所以是去 chat room 下邊你成每一塊，往時伊會記講最近冇個辦到，下面 episode 下面個數到底到落位聽對嚟伊會使甲你講。我suka Namsai because Namsai tata u have in number you have like 8個字啦嚇，you have like number แล้วก็เองกี่ก็เองกี่自控一控年頭啊！你看你啦，算啦，佢隨一個哦。嗱個拋掉啊！แล้ว我迄阿哥安咯，แล้ว我就去叫迄間厝，因為啲外口看到伊個大棚間吼，規個壁是滿阿哥安個了誒。伊是到底寫到啲壁位，還是樣吊成？寫啲頁，唔是伊寫啲壁位，規個阿哥安寫啲壁位誒。係咪是阿哥安？
Holy Bible 你是講伊個 Holy script，伊個 script 寫到啲伊個壁位，但係唔是到啲外口啦，indoor 啦內邊嘅壁 ，indoor 內邊了，伊看伊是規個房間是伊個房間是門吼是玻璃門來。哦。成個學校嗰啲玻璃門。你安怎？你看到你安怎？你就去鬥佢。我看到我去叫伊咯。我看到伊有火嘛，嘛叫，就講應該是因為迄時梅落，因為半暝1點幾啊。我出袂到，我驚咧，敢若是死落來嘅。行啊，一刷把啦死落，行佫是死落。แล้วก็ตัวตุ้ยตามมันในชู咯ว่าช่วยเดียวสิช่วยตัวตุ้ยตามมันในชูกันแล้วเหรอ一擺一間有人大你唔知做咩一個嚟當晚就是無人大哦咁แล้ว是應該計起來20間無夠個嚟當晚特別個400大哦喺當晚哦แล้วก็出去喺度出去外口道路哦愛一站路個哦一站路甲會接當晚一站路出去安尼款แล้ว就是迄站路我隨袂到咯แล้ว我每一有落嚟馬來報出來啦，伊查某囝甲伊罵出來，了伊人唔敢落來，驚我人拍槍啊。特別我落嚟本是查某來，伊人本是驚，了伊講你驚迄邊夾人敢啊？夾邊？我講袂，我有影我驚，因為我知嘛是無人錯出，我是袂出來。我驚安怎咯？我驚錯路，有影是落工嘅。我是驚因為我來時我另外一個朋友，伊甲我上嘅嘛，伊來時伊着。伊明明對調，因為阮迄時阮是毋知五頂車白白接去，伊是講阮講好，你大陸單了五頂車接我朋友去厝嘛，白白我坐落去傾啊，我坐落去傾嚟，我會曉落我拔落去傾嚟啊，我上尾是我上表出去，技巧表出嘛都有可能噶，無我是坐落去傾嘛，了伊對調阮阿妹，我人4頂車啦，對，因為伊 open house， 了阮對，伊想吼。伊明明對調我人嘅，伊小一下吼，伊家己吼去了，毋知倒落去，伊甲阮講，伊假日甲阮講嘅，伊迄日伊上尾有找着阮嘅厝，特別伊毋敢，因為有敲電話阮講，伊忘佇倒落嘛，因為伊行咯，伊明明對調我人，我上尾行小頭前，做咩變山巴去無路去啊？伊個頭前我嘛撲記落嚟咯。伊上尾找着我人一隔日吼，我人着咧，我隔日對公司講嘛，你甲講，我是着，我去是我着，我人對是着，我去是着。特別看你要去手要買物件啊？特別南西啊，你講嘅時候，我感覺嘅地方是真凄慘，有一個故事嚟喎。你經過時啊，有即個感覺是呢個地方是真凄慘嘅喎，有故事嘅地方是。唔知上久啊，因為伊本底是山巴來嘅。因為我聽講嘅時候，我是有一個感覺啊，我是愛好嘅感覺嚟喎。我係來自慘嘅感覺嚇。真凄慘嘅，你講想 maybe 是男仔家己凄慘嘅吹袂到落嚟，是我無可能男仔啊，你咪凄慘。有時候俾我家講喺你紅茶會邊講玩正手啊面，伊講別玩正手誒，我朋友講家己講別玩正手誒，迄邊家是正啦抹啲啦，根本就別玩都干嚟玩多手呢。我講無啊，伊是變一個 T 字路。伊講唔是，伊講干那一個 L 呢，迄邊家干那玩多手，無通玩正手誒。我講有。我去 different dimensional 啊，去。你而家去 different dimensional 是，或者去吹到高調嘅 dimension。但係你係 passenger 會看到你吹嘅地方，攏看到是相像。我 passenger 冇看到，一看到佢肯定是青色嘅。我兩人冇看到。我兩人冇看到，一般唔敢出聲，我唔敢解講。到出甲去大路咧，我甲解講頭。你兩張出掉了啊？阿妹是阿妹我看到頂大頂嘅羅哩哦，就是甲迄個馬來人講啊嗬，了伊一個有頂真正大頂嘅羅哩，我唔捌看過，到馬路唔捌看過，安尼大頂嘅羅哩，真正大頂嘅伊貴咯，貴啊！我就叫伊哦，我叫你坐出去哦，伊本地買嘅，伊講我坐你出去。你解你 driver 講嚇。伊講我甲你安怎出得會了？我講袂，你特別拖我出去。
然後伊就講，伊就帶我出去，特別伊要等較坎坷咯，因為伊唔攞你錢啊大丁，啊錢啊大丁。你話會記嘅定擺停止本事，有講誒款這種嘅故事，誒款嘅伊做伊嘅 rally driving 嘅事。Yes，係你是我 favorite story 嚟。伊阿妹嘅事啦，伊人去對伊嘅 driver 嘅了無就啲伊人碰起嘅我被直彎了直看上嘅位上嘅獎，直看了，只是伊人。伊停伊車了出去啊，其實看就是患難嘅望來。伊我就看望。了伊個 driver 是患難人嘛，伊說伊擺伊個念咪經，講嘅念經啊，唔是係貴啊，了無就啲伊人家會出。特別講本監啦，可能因為我看到啦，過後我對伊吼。我考了2禮拜。嗱，就是伊感覺到就是咧，所以你只次參嘅，你是 feel 到係一種嘅。我直直考2禮拜咯，我一考目就因為考啊。伊個地方有可能啊，應該是啊，最過100年前嘅事嚟。係咪笑？伊個樹，伊個故事啊，伊個故事就落100年前嘅故事啊，整個隻古嘅故事啊，邊。所以了南西都看無人咩邊？我看到啲車邊嘅咯。車色嘅邊咯。哦，即係車邊啊。就係車入面嘅車邊。搭波就冇嘅。車伊搭波嚟，伊是馬來人嚟。哦。伊邊車。哇！特別。咱 Malaysia 會幾個故事啊，真 interesting because 咱會有句。無上 culture 嚇，無上 culture 對。你你聽咧話 like 較 interesting 咗，無上嘅情形啊，應該啊，你看到嘅啊是半年嚟就。orang Bunian dia. Ya,應該是半年嚟嚇，because 啊。Bunian你講Bunian你搞嗰個人咧，什麼嘅冇鬼唱嘅話，會咯啫。特別講我唔使講嘅。啊，對，我會記，攏會記隻古嘅事。啊 ，sorry，你講成，你 something 會講。sorry，頭啱講嘅我企嘅 dimension 哦，是印度人嘅喎。是嗰個那係古嘅根本嘅。I see。所以你看到嘅人，嗰啲是印度人。對，是印度人嘅。講嘅，你在古早做嘅鐵路嘅古里啊。OK。啊，你古羅嘅了呢？啊，對。誒，咱講到部落 ，OK， 我講一個啊，咱雙門嗬，咱個 recap， 咱個頂到嘅故事，我好像想到就係喎，我想到是頂到我別記咗講嘅，特別我會記講，你講看到你部落無上點先人，係你白雲山嗰一條路，嗰人看到馬仔是講嘅嚇，是我姨啊是。阿 John 唔是，你個會記點解有一個人叫日本豆腐喎？冇，唔是佢日本豆腐我知，特別這些是我姨嘅故事嚟，伊看到到底係類似，伊講伊看到安怎你坐咧馬仔嘅啦，到邊食物件，到底邊頭前。對，人嘅老人家面打掃嘅嗰啲馬仔是唔是？伊是到底係你係一間 I think 是係骨灰嘅，所以你說講伊唔是海邊，伊是山邊嘅。山邊嘅厝是唔是嘅？我嘅朋友 challenge 啊，講愛去看嘅物件。係日本豆腐，對。係日本豆腐，你冇想要。特別我係講嘅是我姨個基本捌看過，伊講伊安怎看到安尼暗樣安尼坐馬仔到底，伊只看到是無啦，實講是幾啦。伊講安怎安尼坐，成個馬仔特別到底下邊為頭前迄個為成個拍啲嘅款呢。แล้วขอเช็คกุยอ่ะสิแบบหุ่นซอกุยอ่ะก็เนี่ย奇怪เนี่ย點先咧阿媽俾佢去看時候冇看到啦，冇看到人啊。佢哋馬大嘛是個哩馬大會記哦。馬大係你頂住滑車就緊啊。馬大啊，伊個故事。嚇。
伊幾個數嘛是個哩。哦，講伊就係講伊嘅。查某互人睇係咪？到啲名稱裏面燒掉暖嘅嗬。啊，所以伊講伊嘅阿頭，伊嘅要對要一間老媽蛋去吹。啊對。伊嘅身軀，伊間查某啲大陸係咪嘅？然後伊間因為伊阿頭會曉去梅可能嘅嘛，會曉講會曉知，咧伊入迄個厝，伊就知講。伊梅了就伊個就知講，即個查某伊身軀佇大陸嘛，伊去吹，啲車阿妹個是蝦米？伊會溝通會到嘅。伊講伊阿頭。OK， 我 wrap up 啦，咁正14分鐘啊。對幾個數咧是晴子甲我講嘅，晴子甲人講嘅。伊是伊講嘅 rally 係是特別，了是講伊看到一個人跋倒，就對你了用在意嚟叫，伊一個人甲撈出來，在意起了是坐行對一去，用佢哋一 camp 時，伊人講，做乜事人無對嚟上面咧講，我用去看到人到邊去叫，伊係一個朋友嚟，了個幾名嘅人坐，了是特別，啊尾時發覺就講，伊為你浪車死去啊！我會記。特別我別記告訴咩南西啦，是你注意你聽到吼，即係告訴。做咩無幫無聽到即個 ？OK， 伊即是晴子講嘅啦嚇。1、2、1、2、3咯，即個應該是。因為晴子來無講隻姑娘。晴子嘅告訴真正出名誒。講伊有咪one of the。有幾難你講事情，特別對，特別南西你注意甲我聽吼，就是晴子講咧，特別伊是講伊 rally 告訴，伊是後尾伊有一個，伊是叫啥名？伊就一個西就倒轎車人，特別伊邊啊，伊個一個講看 map 看咩行咩路，佢即個人，迄個人用 accident 了是伊為你死去啊，特別規暝啊，用個對調，用看到是看到伊跋倒呢，了是帶伊坐條，把你點帶伊坐條伊車去啊，規暝個再用個坐條拍角個，了原來較發覺到是較早嘅時候，停車為你是 accident 了，伊一定是死去，所以你聽到是甲我講 ，because 佢是我 favorite episode 嚟 ，OK，favorite 故事 ，OK， 感謝各位聽眾是聽一邊就講啊，當今就講啊一邊先啊嚇，然後若是講無幾個故事時，我講 repeat 咯，講佢一定都講過。然後 finally 啊，18年啊，講了啊，來告訴，特別有啊，冇新聞啦，叫咩？哇，有一個講你上海嘅，嚇，對，上海迄個，你記得上海伊啲上海做錄音嘅，迄個查某，一看到查某鬼，看到伊啲錄音嘅studio內邊嘅，迄嘛是真嘅啲。啊，你我未記喎，等過節，我都嚟講，我會記就是。有一個我驚，就是巴比都看到誒。巴比都。我意思嘅是迄個 helicopter，講你哈，係咪哦？佢係咪 blow job 啊？你可以 blow job 啊？特別刷係，講刷係。都大隻嘅，迄個鬼大隻咩？個爽。arouse 嘛。我聽得嚟梗刺激啊！特別驚是嘛，特咩嚟隨意做嘅嘛，特別驚有陣。特別驚是。OK， 今日講可以聽上收聽，嗱，想要聽幾個數 recap 咧 ，the best of 咧，兩個實到底嚟收聽個季節，我諗嗱，如果新嘅個數較好，我嚟尋講講定到個數個當劍個數，這邊講當劍講這邊先暫時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到底 YouTube 嗰邊人看呢？頂一禮拜冇看到 episode 咧，到底這邊會訂，若是這邊只看到佢哋耳看咧，就訂看訂睇 subscribe 啊，訂係入正嘅。一特八打係同啲，你會繼續講話做很條路，因是對同啲，那是新 episode 放出嚟就同啲，拜。